镜头所登来台湾，来看去年的7月，一个好野人兜的少爷，伫咧自强磅空内底来批车，结果这个车失去着控制，弄着工程车，害互伊知影这个女朋友甲当咧施工的一个工人当场死亡。今仔日依到士林法院去开庭，是对家属甲社会大众再一次来道歉。听讲有开5000万达成和解，但是检察官也是甲求处着无期徒刑。好车伫自强隧道内面一直吹油门，上较紧提到时速170公里，短短12秒就发生车祸啊！启动着工程车。这一个浪造成2死3伤，本来检察官以过失致死罪起诉，又搁补一条妨害公众往来安全罪，最后由限零才认罪。也搁强调讲无伫磅空内驾车，想要争取轻判。不管我做多少都没有办法去已经离开的包含女朋友，还有已经受伤的人，所以就是再次非常抱歉。代志发生后，有人讲油价开天价和解金将近5000万，向2位死者家属甲2位受伤人工程公司甲租车公司要争取和解机会。这就是因为过失致死罪上悬2年有期徒刑，妨碍公众往来安全罪却是7年以下，上界悬是无期徒刑。虽然姓老的女朋友因老母已经表示讲愿意原谅尤汉玲。也毋过检方并无认同，建议法官伊愿以妨害公众往来致人于死罪，建议处无期徒刑。这个代志嘛，好，警方重视磅空内面驾车问题，就惊讲造成重大的伤亡。台北市警方伫今年8月份，嘛已经到区间测速，为9月份开始超过61公里，甲算算的入去磅空由南往北，若是较无56秒；由北往南，若较无51秒，就算超速，依法会使罚2400块。希望会使防止驾车意外发生。